巴拿馬市政之家2025年開放預約參觀，新古典主義建築典範百年古宅變新文化地標。廣告公司62710885編譯，請轉發注明出處。巴拿馬市政廳宣布，位於聖菲納新 Felipe 歷史街區嘅市政之家 Casa de la Municipalidad 將會喺2025年5月正式開放俾公眾參觀。呢座1881年起好嘅歷史建築原本係阿里亞斯費盧德 Arias Ferrot 家族嘅私人大宅，而家已經成為市政廳重點保育嘅文化遺產。參觀導賞團每位收費$55，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五朝早8點到晏晝4點。市政之家坐落中央大道 Avenida Central 同東十街 Calle 10 交界，建築走新古典主義風格，內部用晒進口木材、雲石同瓷磚做裝飾。遊客可以參觀多個歷史展區，包括禮儀大廳、前市長肖像廊、鹿門廳、家族飯廳同埋鋪滿石磚兼有花園嘅貴族庭院。最特別係場館地下設置咗透明玻璃，可以睇到1673年巴拿馬古城牆遺跡。傳聞仲有條連接聖安娜 Center A&A 街區嘅秘道，殖民時期曾經俾人夜晚偷偷通行。除咗日常參觀，呢座建築仲可以租嚟搞文化藝術活動。市政廳訂明詳細租用條款，用途包括影相、展覽、酒會等，租金按使用空間同活動規模浮動。例如影相場地最低$50一個鐘，大型活動最高可以收到$600一個鐘。有興趣租用嘅團體要提早至少15日交書面申請，列明活動性質、日期同所需設備。市政廳表示，開放市政之家係為咗推動歷史保育同旅遊發展，等市民同遊客更了解巴拿馬城歷史，促進文化交流兼帶旺本土經濟。想預約參觀或查詢詳情，可以上市政廳官方網站睇細則。Municipalidad Milpagapa 廣告，整招牌找我們62710885承接各類招牌、橫幅、燈箱、發光字、3D 立體字、印章、名片、宣傳單、商業活動籌劃等。微信號 Lisa Panama。字批發零售 Falius 全國最低、最實惠的電子發票銀櫃、新機、電子簽名、發票。歡迎諮詢中西語67511824 WhatsApp 電話同步。自受巴拿馬卡門莊園及艾麗達莊園的貴下咖啡水洗原豆專享專線62710885限量發售，收藏級風味，一杯開啟貴下世界的大門。廣告位招商。